媽昨天還特別打電話給我說，就是你們好惡心哦，要今天登記。註冊着睡衣，愛你一生一世好如意。雖然通勝就話尋日唔係吉日，但係兩岸三地嘅情侶偏要揀呢日註冊結婚噃，貪個諧音夠 sweet 啊嘛。農民曆能信就跟瑪雅曆法會結束一樣的，所以我們是不信這一套的。喺呢個萬年真愛日，內地部分城市仲創下單日註冊人數嘅紀錄添。不過要順順利利攞到呢本結婚紅包仔都唔係咁容易噶，要等餐死，仲差啲逼爆玻璃添。北京有對新人朝早7點未夠就出門去婚姻登記處攞籌，不過重慶嘅佢哋住喺婚姻登記處附近，着住睡衣註冊，氣定神閒啊！如果 miss 咗呢個黃金嘅日子唔緊要，2013仲有機會噶，記住 mark 實呢啲日子啦。